102-98，廣東東陽江隊喺季後賽12進8嘅第一場比賽咧，艱難地、刺激地攞到開門紅啊！嗱，呢場比賽其實就大家都知㗎啦，季後賽嘅比賽一定係以防守作為基調，所以廣東隊喺上半場將上海咧限制到只得40分，而自己咧雖然只有44分，但係咧其實對於洛夫頓嘅防守咧非常之有效，同埋好有針對性。咁所以上半場打完咧，洛夫頓其實就只有9分嘅啫嚇，咁同時咧佢嗰個嘅命中率淨係去到36.4%嘅啫。咁但係喺限制對方嘅時候，對方又何嘗唔係想限制我哋咧？咁所以呢場比賽我哋見到徐傑同埋杜潤旺呢兩個咧，對於廣東嚟講係外圍比較常規嘅點咧，都冇發揮好啊嚇！嗱，徐傑今日咧足係要去到第4節先至開齋嘅，咁而佢全場嘅一個嘅命中率咧就11射2中。嗱，呢個係我覺得係可以理解，因為點解咧？因為上海今日上到嚟佢哋嘅防守嘅嗰個嘅策略好明顯，就係要針對徐傑同埋對包括胡明軒呢3位外圍好有把握嘅點咧，係要做一個雙人包夾，反而係會放生咗阿摩蘭特一條路，所以點解摩蘭特第一次成為球隊嘅得分王？所以點解當徐傑佢攞到球波嘅時候咧，往往都會有洛夫頓為首，同埋包括上海嘅後衛咧，係不惜一切咁去進行夾擊嘅。咁而喺咁嘅影響之下咧，咁所以其實徐傑今日有咁嘅表現咧，我覺得係好正常嘅。但係我相信咧，入選最佳陣容一陣嘅球員，佢一定係會經過呢一場比賽之後咧，會自己去調整啊。所以我相信唔需要太過擔心徐傑。咁而另外一方面咧，就係要講翻就係胡明軒啦。第3階段胡明軒復出以嚟，有幾多對佢質疑嘅聲音，我就唔細數啦。因為嗰個時候我都不斷係同大家講，你一定係要趁常規賽嘅時候，俾胡明軒去穩狀態。因為到季後賽一個狀態，就算去唔到100%，但係去到8-9成嘅胡明軒，其實對於球隊嘅幫助都好大。所以結果可以睇到喺今日呢場比賽，胡明軒由一開始就用佢嘅特點去撕破上海隊嘅防線。佢嘅特點就係佢嘅持球突破係喺廣東隊當中係最有效嘅。咁所以胡明軒喺今日呢場比賽成為咗球隊嘅得分王，同時亦都係創造咗好多殺傷出嚟。咁所以我覺得第3階段對於佢嘅所有嘅質疑又好，或者對於佢一啲嘅不滿都好啦。但係睇到呢場比賽，我覺得可以稍微停止一下啦啩。我哋要永遠相信我哋嘅 MVP， 或者講緊我哋要相信我哋嘅隊長，因為冇一個廣東隊嘅球員上到場係唔想幫球隊帶嚟幫助，唔想幫球隊攞到勝利。咁而另外一方面，今日廣東隊其實做得最好嘅就係對於洛夫頓嘅針對性防守執行得十分之好，堅決等洛夫頓1打1，唔再喺高位提前進行包夾。驚嘅就係佢受到廣東隊嘅包夾之後咧，會將個波分到去外圍嘅上海嘅射手手中。咁所以呢樣嘢今日真係好奏效啊！嗱，當洛夫頓去到一個比較深入嘅內線位置嘅時候咧，適時嘅夾擊好快脆就嚟㗎啦。所以今日杜潤旺又好啦，義飛又好啦，黃少傑又好啦，其實對於洛夫頓嘅限制都好有作用。另外一方面咧，其實今日我仲係想要讚一讚就係嗱，基倫莫特同摩蘭特梗係唔使講㗎啦，呢兩個外援其實基本盤嚟嘅，尤其是基倫莫特啊，佢單節第4節單節17分，亦都真係幫廣東隊咧喺落後嘅時候咧，將個分差迅速追翻翻嚟。而另外咧，黃少傑啊，嗱睇翻啲數據先，黃少傑今日雖然得4分，但係佢有6個籃板，而且咧喺6個籃板當中咧，有3個係前場籃板嚟嘅，佢上到場咧可以係保持籃板端嘅一個控制之外咧，亦都可以保持腳步上嘅優勢。所以廣東隊今日贏邊度？其實贏籃板45-41，贏咗4個。同埋講緊就若然自己嘅失誤如果唔係咁多嘅話咧，我相信呢場比賽唔使咁緊張。嗱，第3節俾人打到一個0-18就係一個最明顯嘅嘢，就係當其時廣東隊嘅開局其實唔錯嘅，亦都迅速將個分差拉到雙位數。而就係嗰個時候想趁機一鼓作氣將嗰個嘅局勢係拉開，或者講我將嗰個優勢繼續擴大嘅時候咧，反而就係出現失誤啦。嗱，底線快開波俾徐傑出現失誤，而俾夏維連續射第2個3分，就係一個明顯嘅標誌。嗰個時候就係希望可以趁住食住到勢將個分差拉開，反而咧俾對方捉住機會。同埋夏維喺呢場比賽亦都同我哋展現出佢超強嘅硬解能力。所以呢場比賽雖然我哋贏波，但係未到攞到第2場勝利嘅時候，都永遠唔可以小睇對手，因為上海隊的而且確有好強嘅實力喺裏邊嚇。但係點講都好啦，搶得開門紅對於廣東隊嚟講，其實已經係一件好好嘅事，亦都攞到個賽點啦。希望佢哋喺2日之後
喺上海嘅客場繼續俾我哋帶嚟一個好嘅消息。咁啊，今期福本係咁先，下期再見，拜拜。